預付卡使用者點樣增值？查詢餘額、購買組合。透過3網頁 3.com.mo prepaid 進入官網。進入官網之後，輸入電話號碼，按下一步，然後按發送驗證碼，輸入驗證碼，按登入，會見到6項功能，可選擇所需嘅功能，例如選擇增值，按預付卡增值，輸入增值券上16位數字密碼，按確定就可以成功增值。如果選擇查詢餘額，按查詢餘額，按確定，請留意短信通知。如果選擇查詢剩餘用量，按查詢組合同剩餘用量，按確定，請留意短信通知。如果選擇所有來電轉駁服務，按電話號碼轉駁字，輸入要轉駁嘅電話號碼，然後按發送驗證碼，輸入驗證碼，按確定，請留意短信通知。唔需要可以按取消號碼轉駁，然後按發送驗證碼，輸入驗證碼，按確定，就可以關閉來電轉駁服務。